后来进前媒体来报道，讲黄国昌的丈人所创立的建设公司旗下的建案爆发着违建的争议。这回台湾公安学会特别开记者会，针对迄个建案列出着12个所在无符合着相关的安全法规，那建设公司暂时也未回应。壁道内底敢若是空心的，对镜头看一遍，本地应该用砖啊，或者是其他防火材料抗的壁道，所拢敢若用一片薄薄的细绳帮。这里法定是机车停车场啊，所以如果发生灾害的话，这边的火载量非常的高，因为有油料有什么的，所以它可以直接经由这个部分就到达我们的楼梯间。消防喷水管道的旁也拢无遵守规定。安全楼梯的管道无够，卡落的人就会去扣着头壳。台湾公安学会针对这件伫大安区精华地段建案，各开记者会，指控有12项公安的缺失。上一次的半个小时的勘查里面呢，发现它有很多的构造，实际上都只有外表。里面的部分是完全不合规定的。其实这件建案之前媒体也了过有真济公安记录，当时台北市建管处都有介入调查，佮正式函文要求建设公司限期改善。严格期限11月30已经到啊，所以有员无收到建设公司相关的申请，应该要送到我们建管处让我们知道他改的有没有符合我们技术规则。好，按目前就这个案子还没有挂进来，当然是害怕，因为我12楼是我整层是我到目前还没有开始装潢，因为都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问题啊。除了建物的公安问题，好处好正惊讲。另外，建设公司的创办人，也就是民众党的主席黄国昌的丈人，董事长也是黄国昌的舅仔。针对这件代志，黄国昌甲建设公司伫结果进前拢无回应。本地住户是欢喜要搬入新厝，想要到即马都爱先解决安全的问题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